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6年2月11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箴言第6章第6节到23节，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4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世界的光。智慧的言语就是亲像一个光，射入去人生互人因为领受到智慧有亮光。虽然咱知影旧约圣经中间的智慧之言、箴言是所罗门时代所留落来作品，那么相信这是上帝透过所罗门王以及当时时的智慧言语所留落来咧提醒世间人的。诚做咱追求信仰生活的一个明灯。箴言第6章第6节到23节，提醒世间人，贫惰的人就去看高兄，看伊所做通得到智慧，伊无领袖，无头目，无官长，毋过会晓得伫热天准备食物，伫收成的时积住米粮。贫惰人你要困偌久？什么时才困会醒？搁困一久搁眠一时搁醒一时散车就亲像贼来，亲像欠缺，亲像强盗狗，流氓匪类逐所在在制造是非。世界讲话去欺骗人，互人使目尾来表示意思，用脚暗示，用镜头指点，因心思歪错，计谋歹代，世界使人惹起纷争，所以灾会忽然临到，伊会随时失败灭亡，袂负家救。有6项是上主所怨恨的，连伊的心所厌恶的有7项，就是骄傲的目睭，讲白贼的嘴，抬无辜的人的手，计谋歹代的心，奔走歹路的脚，搁讲白贼做伪证，伫兄弟中间使人冤家。我的囝着遵守老爸的命令，毋通去杀老母的家事，着不时记伫你的心，挂伫你的暗领。你行路的时，伊会引带你；你困的时，伊会看顾你；你困醒，伊会甲你谈论。因为命令是灯，驾驶是光，管教是责备，会带你行活命的路，会保护你。无亲近歹查某，无听妓女师奶的话。耶稣基督伊的降世是世间上帝所赏赐世间的同在的应允。称做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带来愿望。就亲像伊家己嘛，安尼来对众人宣告讲：“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40节，耶稣基督安尼讲着。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界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当有活命的光。法利赛派的人就对伊讲：你得为家己做证，你的见证无效。”耶稣应讲：“虽然我为着家己做证，我的见证有效，因为我知我对叨位来，要去叨位。毋过恁毋知我对叨位来，要去叨位。恁用人的标准批判人，我无甲人批判。我若批判，我的判断正确，因为我毋是家己一个人咧判断，是找我来的爸甲我做伙来判断。搁恁的律法有记载，有2个人做证，因的见证才有效。我为着家己做证，找我的爸嘛为着我做证。因就问耶稣：“你的爸伫叨位？”耶稣应讲：
恁毋捌我，嘛毋捌我的爸；恁若捌我，就会捌我的爸。这话是耶稣伫圣殿教世人的时，伫劝奉献柜遐讲的。不过无人甲伊掠，因为伊的时还未到。耶稣佫甲因讲：我要离开啦，恁会找我，毋过恁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我去的所在，恁袂当去。犹太教的领袖讲：你讲我去的所在，恁袂当去，兼讲伊要去自杀。耶稣甲因讲：恁对下面来，我对顶面来。恁属伫这世间，我也无属伫这世间，所以我才甲恁讲，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因为恁若毋信，我就是自有迄位，恁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耶稣基督不但将做世间的光，用伊的诫命话语来引带人来行光明，伊家己嘛将做迄条通这个永生的道路，引带人来行义路，进入伫上帝永远活命的永远中间。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正的判断，我决意要遵行。我一定会安尼遵守。我受到极大的苦难，上主啊，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上主啊，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恶乐，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要求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歹人设了梦要害我，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因为这个是我的心所意爱。我专心归顺你的命令，永远遵传，直到生命结束。恳求主赏赐阮愿望，互阮领受着光，伫这个黑暗的世界中间。阮会通有主的光来引带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